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依然邀请到大团队来咱节目中间，甲咱做来开讲演艺的智慧。大团队你好，诸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首先要请教大英团队第一句的演绎是做牛就拖，做人就磨，这个各位真趣味哈。嘿，做牛就爱拖啊，就是讲爱拖车拖犁啦。做人就磨磨就是做一寡工作吼。爱无闲就对了吼。说做牛就拖，做人就磨，这是讲人有人该做的代志。其实是注重吼，咱人类的始祖阿当夏娃犯罪了后咱人活在这个世间吼，都是爱受一寡苦所以做人爱受苦，好才就做牛爱拖车爱拖犁同款所以讲做牛就拖，做人就磨啦人活着实在是真无用啦在圣经内面吼，这个诗篇大卫王捌安尼讲，伊讲世间人的行动实在是敢若幻影。意思就是讲，无用噶啦。咱看尤其像走台北市的这街路人行过行足紧的，数一个就行过，车驶不一就过去人多车多世间人的行动实在敢若幻影，真无用但是因忙乱真是枉然人一个无用心就乱所以这个忙里这个人里边这个忙里人的心死亡去哀莫大于心死做人上害就是讲，你才不知活要创啥，活着心死去变做敢若机器直直无用啦，心乱糟糟，人生无方向将来要去倒嘛不知影所以做人真无用直直拖磨到尾佫枉然无路用，无结果，无修成你要创啥？这圣经讲，这都一个查某将来唔知杀人要来收取你趁来这个创啥？对你子孙敢较好？较侪钱嘛无一定好颠倒有当时害着子孙的所以这个台湾我才讲主我即摆要等啥物？我的指望都在乎你。我活着每一个人咱的指望是在乎天顶的神虽然讲做人是爱食一寡苦人生是苦海难免有一寡劳苦的事但是咱有一人生的目标，就是讲咱要去天顶的神为咱安排一个美好的天国所以活着人有一个方向咱信耶稣人有一个方向所以咱活着日子就按照神的道理去行去听神去听人做一寡荣耀神对人有利益的代志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帮助社会那活着日子会当安尼打拼去做的时阵自然而然神会帮助咱引带咱的路将来咱会当去无敌无比的天国，迄就永远的画面，迄就是信耶稣人要去的所在了。是。搁一句话讲，小看西施牛，啥物意思？小看西施牛这是你讲讲牛甲放咧田里久在伊去洗犁都爱去拖去做你做主人的你无要无紧看来看去你看我我看你，大家无啥要做互迄只牛都爱直直做。这句话也是你甲咱讲讲做主管的人，有的人实在嘛无责任啦互这下骹手的人随便去做代志做到要死无人甲同情无人甲奖励迄贫惰的也无咧插伊插一牛遐拍拼遐忠心的拄啊做到要死去这嘛真毋对过来就是讲偏偏是同事咧做代志大家在做有的人认真做做足多直直做去啦贫惰的边看咧佚佗啦咧讲话啦所以有责任的人认真的人实在是做到要死所以小看西施牛也是你甲咱讲讲无论做啥物代志应该大家分工合作分担负责毋通小看互迄个辛苦的人认真的人做到要死安尼就真毋好所以圣经内面主耶稣有一摆去甲门徒教训讲你毋通效法迄种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的行为就是会讲袂当做因将歹担的这个重担混起来看在别人的肩胛头顶，但是家己一支枕头也袂顶当所以世间嘛是有一款人该做伊歹做拢叫别人替伊做别人做到要死加拉太书6章第20圣经讲真好的话恁各人的重担爱互相担当那安尼就会当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耶稣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咱有爱心的人拢会替别人心爱甲别人分担迄个重担迄个痛苦爱当完成一寡真好的代志是无牛驶马这句话安怎讲无牛驶马都爱牛拖车牛既然无伫哩爱牛驶犁叫牛无伫无请马来帮忙啦
啊，所以无牛就使马吼。好。不过这句话普通吼是用在家己真谦卑啦。算讲啊，对别人袂当做，就叫咱家斗帮忙，我帮忙啦吼。啊，人讲哦，你搁做得真好哦，无啦，无牛使马啦。我能力是真有限啦，我本来是做袂好的啦，都别人袂当做吼，我甲代替啦吼，我会当安尼做，实在是替人做的啦，安尼吼，所以为人是真谦卑啦。讲无牛使马才咧叫我做吼，其实无定对啦。当时本人做无一定做较好咧，来代替来帮忙，这无来做真好哦。所以圣经内面吼，马太福音25章遐吼，耶稣吼，捌讲一个比喻啦吼。讲一个主人离开3个仆人，一个互伊5000个，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个，5000个拍拼去做生意，伊就赚5000这个2000个拍拼去做生意吼，伊就赚2000，这个1000个贫惰吼，甲伊抬涂骹啦，结果主人转来时阵足生气，讲你这个又恶又贫惰的这个仆人，你1000块摕去银行嘛生利息，你贫惰甲安尼甲抬涂骹。要甲你等迄只黑暗的所在，互你哀哭切齿对这个5000个赚2000个，5000个赚5000，2000个赚2000，主人教我咯，讲你又忠心又可良心的仆人啊，你要甲我做来享受迄个快乐这个主人才讲既然有诶吼，还佫要教互伊叫伊有存。所以讲，咱就知影，咱人活伫世间，咱若拍拼认真当时咱所得到的物件会真济，咱会当做工作会愈来愈济。咱袂晓做的工作，因为咱努力去做，咱到尾咱嘛会晓，咱嘛足内行、足熟练，甚至赢过别人。天顶的神就是看拍拼人，要加福气互伊，加伊的一寡才能，互伊会当真出脱赢过别人这句话原来甲牛甲马有关系就讲使牛找马，这个什么意思？使牛找马这牛你就知影，行路真慢啦，马走去真紧啦。即摆马走啊拍无去讲牛你去找马啦。牛都行路遐慢，要去找走遐紧的马，要怎找？我找嘛找无，一点都无效果。所以这句话是你讲所用非人啦。所用的人用唔着人去啦，用着人去咱做代志所以咱下骹手要做代志啥，咱要甲车牌，看伊倒一方面较有专长，咱互伊去做迄项。唔知做你好事，所以圣经箴言16章第40讲天顶的神就是充满着智慧伊所做的各色其用所以神所做的万项物，拢按照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工作来完成所以这是咱就了解讲神的伟大啦。真感谢老谭今日甲咱讲到做牛就拖，做人就磨，三看使死牛，无牛使马，使牛找马，这4句话这个定义呢？甲咱讲到有关做人各方面的这个智慧真感谢罗谭德。这也是你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活着拢有伊有路用的所在每一个人拢爱守伊的本分，做伊该做的事，安尼伊就会当享受伊该得的福气。是，所以真感谢罗谭德，甲咱做这样精辟的解释感谢。谢谢。当你基督的心为心，在基督里彼此勉励，使我有相同安慰的爱心。当你基督的心为心，有生命有慈悲怜悯，使我有满足的欢喜。贴心贴去神的怀里，使我能与主你相亲。贴心贴去神的怀里，愿基督真心在我心。